因为这绘本已经伫我的手头什么？啊。什么？这你的手头？你想要要讲手头，你是当做你即摆咧演戏哦？拜托拜托拜托！今摆就伫我的你什么会？我我点懂演术罪啊，画甲足好的呢。啊，因咧创作这个绘本的时阵，敢有问恁的意见？拢无呢，拢无。我都唔知啊。啊佮门甲我锁起来，讲妈妈、爸爸，你别当别当你来别我感情看。无好。是安怎样呢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为因为想要给你 surprise。没有啊，surprise 画的很棒哎，但是这好可爱，为什么这个娃娃在哭啊？哎，这这个是谁？是等一下一，个光头爹爹头，爸爸，爸爸，然后这是爸爸，考的是啥？爸爸，爸爸上爱考。然后大家看者哦。上爱记的是爸爸在考的。对，对爸爸上爱考。爸爸想爱感考，性啊。哦，安尼。哎，啊，恁伫画这绘本的时阵，敢有拄着啥物困难？很紧张，爸爸妈妈会看。因敢若感觉味道就是欢喜啦，所以咱就拢袂去甲伊看伊到底在创啥物。因家己的空对间，对妈妈希望互因压力啦。嘿囡仔看世界的角度去呈现出来。甲大人是完全无。